你哋有冇試過有一日揸車返屋企，返到屋苑停車場，發現原本一個好寬闊嘅彎位，上落貨區，又或者某啲公共通道裏面，突然間俾管理處劃多咗幾條黃線，編埋號碼，變咗時租車位或者月租房客車位？當你走去問法團委員又或者物管經理，佢哋好可能沾沾自喜，好大條道理咁樣同你講：而家出面車位咁缺，我哋靈活變通，利用大廈嘅公共地方劃多幾個車位租出去，每個月幫屋苑賺多幾萬蚊收入，咁樣又可以幫補下日常嘅赤字，大家交少啲管理費，唔係幾好咩？如果你屋苑嘅法團而家做緊，又或者係準備做呢一件事嘅話呢，咁你哋就真係要留意啦，因為呢一種表面上皆大歡喜嘅賺錢大計，喺香港現行嘅法律下係極高機會屬於嚴重違反地契、圖則同大廈公契嘅行為嚟㗎。一旦被政府部門落區執法，屋苑隨時係面對住地政總署嘅警告、追討利益，甚至乎註冊警告，即係俗稱釘契嘅風險。如果你係第一次睇我個片，大家好，我係你嘅大廈策略顧問 Roger， 我係一個註冊土木工程師，亦有10幾年嘅物管經驗。我會用呢一個頻道，用行內人專業嘅角度，幫香港業主拆解一下屋苑成日遇到嘅物管同埋維修問題，幫你保衛你最寶貴嘅資產。唔想再俾人當水魚，記得訂閱我呢一個頻道，點讚呢一條片，同埋打開個小鈴鐺啦。好啦，我哋講返正題。法團為咗增加收入，私自喺私人停車場公眾區域劃位收錢，點解係一個高風險嘅行為呢？今日我用行內人最嚴謹嘅法律守證，同大家拆解背後3大一觸即發嘅法律地雷。地雷1，觸犯地政總署嘅政府租契。全香港所有嘅私人屋苑坐落嘅土地，全部都係向政府租用嘅，呢個叫做政府租契。地契裏面通常有一條極度嚴格嘅停車位限制條款，政府批地嗰陣時已經清清楚楚寫明呢一個地段最高只可以興建幾多個車位，而且好多地契都規定呢一啲車位只係限於本屋苑居民或者其訪客使用嘅啫。法團私自喺公眾區域劃多幾個車位作為時租用途嘅話呢，係好大機會觸犯咗地契下面2點。第一，超出法定車位嘅總數上限。第二就係改變土地用途啦。地政總署一旦收到投訴，佢哋落區調查，證實違契嘅話呢，就會向法團發出警告信，並且要求立即修正嘅。如果法團繼續收錢，地政總署有權要求申請短期豁免，並且要求法團繳交昂貴嘅豁免費，又或者追討期間嘅不當利益。嚴重嘅情況下呢，更可能直接將警告信註冊入土地註冊處，即係俗稱釘契。到時成個屋苑嘅物業價值肯定會受損，而法團賺埋亦都可能唔夠賠添。地雷2，違反屋宇署建築物條例批准圖則同埋消防安全要求。大廈停車場設計當初能夠落成，係必須要經過由認可人士設計，並且向屋宇署提交圖則。根據香港法例第123章《建築物條例》，獲得批准先至可以開工。已經係批准咗嘅圖則入面，停車場嘅行車通道闊度、轉彎嘅半徑、上落客貨區，全部都有法定尺寸限制嘅。而呢啲嘅設計唔係單單關乎於交通暢唔暢通，係更可能涉及到消防同埋緊急救援通道嘅要求嘅。法團未經屋宇署審批，自己劃線將行車通道變窄，又或者霸佔上落客貨區同埋重要通道改成車位嘅話呢，係屬於未經批准改動建築物用途同埋結構嘅安排。屋宇署係可以根據建築物條例發出法定命令，要求喺限期內還原嘅。如果有關通道喺消防安全設計中被視為重要嘅緊急通道嘅話呢，消防處亦可以根據消防安全建築物條例發出消防安全指示，要求保持通道暢通。法團如果喺限期內拒絕遵從嘅話呢，最高可以被罰款，而且可能面對每日累計嘅罰款添。嚴重嘅情況下，管委會委員作為負責人，可能需要承擔個人嘅法律責任添。地雷3，觸犯建築物管理條例第34I 條同埋大廈公契。大廈公契係屋苑嘅最高憲法，公契會寫得好清楚，邊度係屬於有獨立業權嘅車位，邊度係全體業主共同擁有同埋享用嘅公用部分。
根據香港法例第344章《建築物管理條例》第34I 條第1條 B 款，任何人都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大廈嘅公用部分，以致不合理地干擾其他業主或佔用人對該部分使用或者享用。停車場嘅公眾通道同埋上落客貨區，本來係全體業主一齊享用，用嚟推貨、轉彎或者短期停泊嘅位置嚟嘅。法團將佢哋圈起嚟，變成特定嘅時租車位嚟收錢，限制咗其他業主原本享有應有嘅使用權。唔單止違反咗公契，更係非法佔用咗公共地方。任何一個清醒嘅業主都有權入稟土地審裁處控告法團，強制要求佢哋取消呢一啲嘅違法車位嘅。如果我哋發現咗法團正係準備喺停車場私自劃位嚟收錢，作為清醒嘅業主或者管委會委員，我哋應該要點做呢？第一步，要求管理處出示地契同埋屋宇署批准圖則。喺管委會會議上，又或者以書面嘅形式要求物管經理攞出屋苑嘅官方地契同埋經屋宇署批准停車場嘅圖則，當場核對現時劃咗好多嘅車位係唔係喺官方圖則裏面。如果唔係，立即要求秘書將車位未獲政府部門批准白紙黑字寫入喺會議記錄裏面，保護各位清醒嘅委員。第二步，向地政總署同埋屋宇署書面查詢。如果法團無視反對，繼續強行劃線，繼續收錢，我哋作為業主可以點做呢？作為業主，我哋可以影相同埋寫信去所屬地區嘅地政署同埋屋宇署，投訴屋苑嘅停車場已經涉嫌違反咗地契條款，同埋未經批准改動圖則用途。政府部門嘅執法信一到，法團就必須要乖乖地還原㗎啦。增加屋苑收入，填補財政赤字，出發點固然係好，但係廣東話俗語有一句：君子愛財，取之有道。法團作為大廈嘅法定管理組織，行每一步都必須要建立喺一個合法合規嘅基礎上面。如果為咗每個月嗰幾萬蚊嘅時租收入，而將全個屋苑推向被地政總署警告、追討利益，甚至乎釘契嘅巨大風險入面呢，呢種做法根本就因小失大，本末倒置。如果你住緊嘅屋苑最近都出現咗法團喺私人停車場嘅公眾地方私自劃位時租收錢，又或者你哋覺得你個屋苑嘅車位分判制度有好大嘅黑幕，而你想向我諮詢嘅話呢，都非常歡迎你哋喺下面評論區留言，留低你哋屋苑嘅名，我會用我嘅物管經驗同埋知識同大家分析一下你哋屋苑有冇踩到地雷。想繼續學下點樣用法律同埋知識保護自己嘅物業，同埋唔想再俾人當水魚，記住訂閱我呢個頻道，點讚呢一條片同埋打開個小鈴鐺啊！最後，我想同大家講清楚，雖然我係用我嘅經驗同埋知識幫大家拆解物管法規同埋地雷，但係每座大廈嘅地契條款、大廈公契內容以及政府批出嚟嘅停車場圖則都各有不同。今日呢條片純粹係教育同埋資料分享，並唔構成任何正式法律嘅訴訟指引、地政總署、屋宇署或者消防處嘅官方專業意見。如果大家嘅屋苑正係面臨非常嚴重嘅違契糾紛，又或者政府部門執法，記住一定要諮詢持牌嘅律師事務所，又或者註冊嘅測量師嘅獨立專業意見啦。維權抗爭係緊要，但係每一步都要行得合法穩陣。我係你哋嘅大廈策略顧問 Roger，我哋下期見，拜拜。